歡迎大家收睇賽馬分析學呢個頻道，喺每個賽日之前分析精選馬匹。如果大家中意，可以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。2026年6月3號跑馬地夜馬，我哋講講第1至第9場。第一場5班草地1籠0米，講講9號華美之威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次係685，華美之威排12檔跑第3嘅。係5，準備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都好多隻喎，焦點黑衫快啲嘅內欄橙色眼罩電信驕陽啊，外邊4隻馬走上去，威威富之魅力之福常常感恩啊，咁啊外邊位置紅衫呢就華美之威就唔搶住啦，咁啊內欄黃黑格仔衫啊大力球王啊，咁啊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有試跑得小王爺啊，尾3係風雲啦，殿後一對呢有灰馬龍有生啊，6-3暫時包尾嗰隻呢係東方寶寶嚟噶，好啦，咁啊啱啱過咗1200米段處啦。前面放嘅馬就魅力之福啊，響佢外邊呢有常常感恩啊，守住個內欄第3啦，就係呢隻大熱門嘅電信驕陽啊。第4位出邊有威威父子，中間呢黑衫進佔第4啊，有呢隻焦點啊，後多層啦，大力猴王黃黑格仔衫攞咗出嚟中檔，外邊呢仲有華美之威啊，後邊嗰5匹馬試跑得小王爺風雲啊，尾二6-3呢東方寶寶啊，暫時殿後仍然灰馬嗰隻龍佑生嚟噶，去到呢個接近600米嘅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呢。就常常感恩嚟嘅，外邊呢就威威父子第2位啊，魅力之福呢就退居第3喎，外邊有焦點進佔第4啦，第5位響中檔呢有橙色眼罩電信驕陽，外邊華美之威啊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先見到黃黑格仔衫大力猴王啊第7位，再後邊有小王爺試跑得啊，灰馬龍有生啦，外邊呢有風雲啊，包尾入直路東方寶寶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呢仲係常常感恩啊，外邊率先上嚟有焦點啊，出邊仲有2匹啊，分別係電信驕陽啦，外邊華美之威咧，最出仲有隻添係試跑得嚟噶，最後100零米焦點透出啊，外邊華美之威追緊，最出仲有隻試跑得噶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啊，埋邊係焦點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籠0米，騎師田泰安啦，前段中間位置跑咁啊2碟跟跑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大外檔望空發力衝刺，隻馬一直有走勢啊，最後攞第3翻嚟。今場呢跑1籠0米啦，繼續咁啊田泰安繼續騎呢隻馬啦，咁啊今場排2檔，比上場好噶啦個檔位，咁啊最近操練都十足嘅，只要有遮擋走，正常發揮呢隻馬都唔難有3甲，甚至呢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2號試跑得，3號富裕君子，6號電信驕陽。咁我哋講第2場5班草地1200米，咁啊6號百里王，講講呢隻馬之前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兩次係696，百里王排2檔跑第4嘅。黃記居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慢咗閘嗰隻就手盡嚟嘅喎，前面快噶嘛，外邊啊有呢隻快樂高球啊，響埋邊黑衫都跟前啲啊，有號無來者啊，外邊走上去就城中勇士啦，大約第4位就藍雀爺啊，中間第5位有果然僥倖，第6位粉紅帽就戰企飛啊，內欄第7位呢紫色衫仲有百里王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紅海風帆啦，尾4呢就快樂寶寶啊，尾3係東方寶寶啊，殿後一對就手盡同埋6-3嗰隻就係信義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。快樂高球就貼欄啊，自己放啊，快過城中勇士啊。第3位內欄呢，仲有呢隻後無來者啦。藍帽第4位藍雀爺啊，第5位啦，埋邊紫色衫大面箍，仲有百里王啦。揈出去外邊有果然僥倖啊，最出仲有紅海風帆戰企飛馬林，中間揾位就快樂寶寶啊。最後200零米啦，快樂高球放順咗，支離咗個幾馬位噶啦，中間追上嚟噶嘛，有黑衫啊後無來者啦，外邊上咗啲有果然僥倖，中檔位置仲有百里王啊，響入邊追嘅馬匹就係手進同埋東方寶寶啊，最後100零米快樂高球擺咗喺前面走呢，拋甩後邊嘅對手最少2個身位贏出呢場賽事，第2名啊嘛，埋邊衝咗上嚟係東方寶寶啊，第3後無來者，第4名係百里王啊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200米，騎師係周俊樂啦，前段中間位置跑咁啊貼住欄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隻馬呢一直有走勢，最後攞第4翻嚟啦。今場繼續跑草地1200米啦，換上梁家俊騎呢隻馬排5檔。咁呢隻馬呢有遮擋走，正常發揮呢，今場呢有力突圍嘅，應該唔難有3甲，甚至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1號翠湖烈風，2號節節有福，10號星之源。咁我哋講第3場4班草地1200米，咁啊4號驕陽紅心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691，驕陽紅心排5檔跑第1嘅。準備。
好，你一開閘金髮盛世應聲彈出，相當快閘啊！咁啊，緊隨其後嘅馬啦。咁啊，中檔有紫色衫勝在當下，內欄中橫天下。外邊呢，咁啊有福晉啊紅衫嘅，有啲搶口嗰隻啊。出邊粉紅衫鋭木最出嚟，你知我得啊！後多層嘅馬啦，後邊嗰5隻啦，幸運愉快尾5啊，紫色衫嘅。尾4內欄良區好友啊，後邊3匹競進非凡智勝攻略，中間夾住仲有隻抱白領啊。去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就係呢隻勝在當下嚟嘅。第2位有驕陽紅心啊，第3位出邊金髮盛世，內欄第4中橫天下，第5位都留得好順喎。紅衫有福晉啊，中間係鋭木啊，外邊呢仲有你知我得啊，後邊嗰5匹馬良區好友幸運愉快競進非凡，再後邊嗰對智勝攻略同埋抱白領嚟嘅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勝在當下，中間驕陽紅心就開始追佢啦，埋邊有中橫天下啦，中檔追嘅馬呢仲有福晉啊，外邊上咗少少就金髮盛世，最出係競進非凡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驕陽紅心走甩咗1個身位㗎啦，咁啊進佔第2位嘅馬有中橫天下，埋邊呢仲有呢隻勝在當下，接近終點驕陽紅心贏啊，跑第2名呢係中橫天下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200米，騎師希威森啊，一起步快閘啊，前段前面位置走，咁啊2碟跟跑呢，但係望空走嘅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中檔冇發力衝刺，隻馬呢一直有走勢，最後呢攞第1贏出賽事啊！今場呢繼續跑馬地草地1200米排9檔，咁啊希威森繼續騎呢隻馬啦。咁啊呢隻馬呢，今場呢可以有遮擋走，直路走到3位衝，騎師正常發揮呢，咁啊唔難有3甲甚至打搭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2號美麗邂逅、7號博愛先鋒、12號有你有我。咁我哋講第4場4班草地160米，今日講8號戰寶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就係688戰寶排6檔跑第4嘅。準備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睿智多寶中間快啊，出邊翠湖烈風都快喎。中檔嘅戰寶出邊藍衫競進區啊，黑衫第5位嘅馬呢仲有滿樂城啊，內欄紅衫第6仲有浪漫老窩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大千氣象啦，尾5位置寫我其誰啊，再後邊嗰4匹上葡福旺去尾4喎，尾3啊掌聲啦，後邊2匹馬長勝力區藍衫藍帽暫時墊後係街福區嚟㗎。好啦，過1200米嘅段柱啦，前面睿智多寶放啊，翠湖烈風中間加入戰團啊，出邊俾人頂咗3踏啊，就競進區3匹馬拋甩咗個馬群，都有4個馬位㗎啦。後邊嘅馬啦，跟住個第4啦，有戰寶啦，內欄第5浪漫老窩啦，出邊黑衫走咗3踏啦，就係滿樂城啊。後邊嘅馬匹大千氣象啊，咁啊在中檔位置仲有寫我其誰啊。後邊4匹掌聲啦，上葡福旺啦，尾以藍衫呢就街福區，粉紅衫外邊暫時墊後係長勝力區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睿智多寶就貼欄放，咁啊見到外邊呢就翠湖烈風啊，拖翻住個第3位先，有競進區啦，外邊呢黑衫走咗上去呢，仲有滿樂城啊，內欄位置戰寶啊，中檔位置仲有浪漫老窩，出邊啊寫我其誰啊，攞咗出去啦，有大千氣象，內欄等位尾4呢有掌聲啊，後邊3匹馬上葡福旺粉紅衫長勝力區，藍衫包尾入直路係街福區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見到中間位置就係滿樂城嚟㗎，內欄打上嚟㗎嘛，有戰寶啊，再喺入邊捐上嚟就掌聲，出邊寫我其誰，中間上葡福旺最出大千氣象，最後100零米滿樂城透出，內欄追佢嘅馬有掌聲，出邊上嚟嘅上葡福旺接近終點第1名，咁啊好接近啊，咁啊中間位置又係呢隻滿樂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60米，騎師何澤堯啊，前段前面位置跑，咁啊一直跟跑啦，咁啊隻馬呢，一入400米左右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咁隻馬一直有走勢啊，最後呢攞第4翻嚟啊，今場呢，繼續跑草地160米排3檔，何澤堯繼續騎呢隻馬啦，咁啊今場排3檔，咁啊只要呢前面走正常發揮呢，呢隻馬唔難有3甲，甚至呢可以上名或者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2號九九為尊，5號先到先得，6號滿樂城。咁我哋講第5場4班草地1200米，今日講個7號星神千歲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707星神千歲排8檔跑第2嘅。賽事4班1200，大熱係4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有囂張，出邊黃衫呢，咁啊仲有呢隻烈焰光芒啊，中間白衫紅帽佐治傳奇走翻上去內欄呢，咁啊仲有紅眼罩一隻有型勇士啦，橙眼罩大約第4位仲有星火燎原啊，咁啊再外邊係鋭高啦，馬林中間白衫橙帽團長好內欄位置大約尾5到啦，係3強嚟㗎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合火飛馳星神千歲內欄尾二就閃電武士啊，暫時大墮後豪邁先登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，咁啊向住600米段處進發啦，烈焰
光芒放咗出嚟跑先，跟住喺第二位有佐治傳奇啊，外邊鋭高走埋上去喎，第四位橙色眼罩星火燎原啊，內欄第五位紅眼罩呢，仲係有型勇士啊，後多層內欄藍衫白帽三強啦，外邊白衫橙帽團長好啦，後邊嗰五匹馬囂張閃電武士合火飛馳啊，尾至星神千歲包尾入直路係豪邁先登啊，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烈焰光芒走甩咗大約1個身位啊，中間佐治傳奇追佢啦，中間橙色眼罩星火燎原上緊啦，外面位置仲有團長好，最出嗰邊呢仲有星神千歲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咗就係呢隻星火燎原啊，埋邊佐治傳奇，最出呢仲見到馬匹星神千歲追緊上嚟接近終點，星火燎原贏出呢場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200米，其實係奧爾文啦，前段後面位置跑今日2、3碟金跑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呢初出大外檔望發力衝刺，隻馬一直有走勢，後勁凌厲，最後攞第2翻嚟啊！今場繼續跑草地1200米啦，排3檔，換上潘頓騎呢隻馬，咁啊排3檔，有遮擋位置走，直路走到3位衝，一心去馬正常發揮呢，呢隻馬都唔難有3甲，甚至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3號鋼鐵安防，5號佐治傳奇，11號天下寵兒。咁我哋講第6場4班草地1200米，今日講1號星運笑着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人就係710星運笑着排4檔跑第1嘅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中間巴閉王嚟嘅，埋邊橙帽雷神太保，中檔明德輝煌最出灰馬當家精彩啊！黑衫黑帽走埋上去，仲有紫色眼罩嘅喵喵怪啊！咁啊淺藍衫跟住個大約第6位，仲有缺一劍啊！內欄第7黑衫紅眼罩係正哥哥，中檔位置就係呢隻藍衫白帽嘅星運笑着啊！後邊4匹馬廚神啦眼健康啦，尾二位置星威心得暫時殿後粉紅衫暴風一族啊！咁啊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啦。前面巴閉王啊，貼欄放明德輝煌，外邊第2位啊，出邊有當家精彩啊，守住個內欄第4係雷神太保啊，黑衫黑帽第5位有喵喵怪啦，第6位咁啊埋邊黑衫紅眼罩正哥哥，外邊淺藍衫缺一劍啊，後邊個5匹馬星運笑着眼健康，尾3廚神尾二暴風一族包尾入直路係隻星威心得啊，好啦正最後直路啦，巴閉王走甩咗大約有1個身位嘅，當家精彩咧響第2位，外邊星運笑着追上嚟相當好勢啊！再後多層啊嘛，缺一劍追啲啦，埋邊明德輝煌啊！最後50米到，星運笑着外邊一擁就過啦，贏出呢場賽事啊！巴閉王就第2，第3名當家精彩，第4名埋邊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200米，其實係莫雷拉啊，前段後面位置跑今日2碟金跑有遮擋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發力衝刺，隻馬一直衝入後勁凌厲，最後呢隻馬攞第1贏出賽事啊！今場跑草地1200米，咁啊莫雷拉繼續騎呢隻馬啦，見到隻馬最近都操練十足嘅，今場排2檔啦，2檔有遮擋走，直路走到3位衝唔好塞車，正常發揮呢隻馬唔難有3甲，甚至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2號朗日自強，4號喵喵怪，7號獵寶勤。咁我哋講第7場3班草地1200米，今日講7號王者有利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就係630王者有利排12檔跑第1嘅。6場4班1000大熱係4，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鬥快啦，前面快噶嘛，美麗登場，外邊位置王者有利啊，第3位外邊係天火同人，中間第4呢，仲有遙遙一上埋邊係萬眾開心紅衫嗰匹嚟噶，後多層嘅馬啦，福晉響個馬欄入邊紅衫嘅，內欄紅桃新星啦，外邊係電子好好啊，尾4位置淺藍衫呢，仲有妙玲瓏啊，後呢個馬匹啦，先有添開心星象響外邊啊，包咗落咩上船啊，好啦，轉緊彎啦，美麗登場就貼欄放嘅，外邊王者有利啊拍住佢啊，黃冇天火同人第3，內欄第4萬眾開心啊，第5啦，內欄紅桃新星中檔淺藍衫遙遙一上啊，後邊嘅馬仲有福晉啦，揈咗去外邊追啊，電子好好啊，攝入去入邊上啊添開心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美麗登場仲有少少嘅優勢，王者有利開始追佢，外邊上嘅嘛仲有遙遙一上，中檔位置天火同人啊，入邊追緊上嚟就紅桃新星，最後100零米，王者有利炒啊炒啊炒啊上嚟贏啊，跑第2名呢，係咪收住？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馬地草地1000米，騎師呢係黃志雲啦。前段呢，前面位置跑噶啦，咁啊2碟金跑呢，但望空走嘅喎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呢係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隻馬呢一直有走勢，最後隻馬攞第1贏出賽事啊。今場跑草地1200米啦，咁啊排7檔，黃志雲繼續騎呢隻馬啦。咁啊排7檔2碟前面走，正常發揮呢，呢隻馬唔難有3甲，甚至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，就係2號成數表，8號武林寶典，11號電源之區。咁我哋講第8場2班草地1100米，今日11號奔放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就係689奔放排1檔跑第1嘅。會杯準備大熱係1。
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內欄位置奔放啊，都相當快閘啊。咁啊見到中間位置數出嚟啦，有贏威馳，中間呢仲有馬路啊，外邊嘅騰龍踏雪啊，最出黃衫呢，咁啊仲有呢隻極光之子啊。後多層嘅馬啦，優才啦，後邊3匹風神響尾3，尾二啊超易穩啊，暫時殿後係嗰隻長勝將軍嚟㗎。開始轉呢個滿貫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匹呢就係埋欄位置係有呢隻就奔放嚟㗎，外邊第2位就騰龍踏雪啊，第3位出邊黃衫呢有極光之子啦，內欄第4有贏威馳啊，白衫第5位就馬路啊，後邊嗰4匹馬風神優才啊，殿後一對咁啊潘頓紅衫尾子內欄長勝將軍莫雷拉響個外邊啦，暫時殿後嗰匹馬呢係超易穩嚟㗎。開始跑對面直路咯，前面就貼欄放有奔放嘅騰龍踏雪就第2位啊，再見到第3位嘅馬啦，咁啊外邊位置黃衫呢就極光之子啦，內欄第4就有贏威馳啊，第5位啦白衫就馬路，後邊嗰4匹風神優才啊，尾二紅衫係長勝將軍啦，殿後個馬匹仍然係超易穩嚟嘅。好啦，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似乎唔係好快嘅啫喎，奔放依然係佔先咗大約1個身位嘅，第2位有騰龍踏雪啊，內欄有贏威馳啦，外邊黃衫呢仲有呢隻極光之子啊，咁啊中檔呢第5位到啦，打緊邊白衫揈出去就馬路，再後啲先見到馬匹有風神博入邊長勝將軍大外檔係優才㗎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奔放接離咗後邊嘅對手2個馬位，見到大外檔上嚟㗎嘛，就係呢隻優才嚟㗎。咁中檔位置有風神呢，入邊係長勝將軍啊，最後100零米奔放已經走甩咗後邊嘅對手個幾身，贏緊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係風神啊，長勝將軍第3、第4名係優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跑馬地數呢1,800米，其實係布文啊，前段放頭跑咁咪貼住欄咧望空走嘅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抽出中檔望空發力衝刺，隻馬一直有走勢啊，望空一直衝一直走，最後咧攞第1贏出賽事啊！今場跑咗呢1,800米排11檔，鍾易禮咧其實呢隻馬啦，咁啊呢隻馬咧如果放頭走2碟咁樣跑啦，騎師正常發揮咧唔難有3甲，甚至咧打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咧就係1號喜連勇敢、2號太陽勇士、5號非為僥倖。咁我哋講尾場第9場3班草地160米，咁啊4號靈燈。講呢隻馬之前，我哋睇片先。呢場場次咧係724，靈燈排2檔跑第2嘅。高班你嘅千四啊，準備7大熱，好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加州熱浪快，中間黃金大亨快，藍衫天星埋邊呢，仲有超勁赤兔啊，內欄就係呢隻櫻花酒杯啦，咁啊再中檔位置仲維港激流一世美麗粉紅衫啦，咁再外邊位置係飛馳九州啊，後邊嗰5匹馬佛亮老窩加州熱浪大文豪啊，尾二灰馬就宜昌光輝啦，暫時殿後川河稅區嚟㗎，過咗1000米嘅段處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天星啊，外邊呢冚過佢黃金大亨啊，守住個內欄第3啦，櫻花酒杯啊，外邊係超勁赤兔啦，第5位就維港激流，內欄第6嘅靈燈啊，第7位外邊係飛馳九州，中間一世美麗啊，後邊5匹馬佛亮老窩加州熱浪大文豪啊，尾二灰馬宜昌光輝啦，咁啊暫時殿後係川河稅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黃金大亨仲係佔先嘅，天星就響中檔啦，外邊有超勁赤兔啊，大白鼻梁埋邊第4位啊，就係呢隻櫻花酒杯啊。外邊追嘅馬呢，仲有維港激流啦，中檔位置一世美麗靈燈呢亦都衝緊㗎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係超勁赤兔喎，中間位置有天星啊，埋邊櫻花酒杯追緊啊，再見到中檔位置靈燈啦，出邊上嚟嘅馬仲係隻一世美麗啊，最後100零米超勁赤兔呢就拋離群區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，中間係靈燈，外邊一世美麗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400米，其實係麥道朗啦，前段中間位置跑，咁咪貼住欄有遮朗走，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咧馬群中發力衝刺，隻馬咧望空一直有走勢，最後隻馬攞第2。咁長跑草地160米啦，真情咁啊換上周俊樂騎呢隻馬啦，排11檔。咁啊隻馬最近操練十足嘅，中間位置咁啊有遮朗走，咁啊有力突圍嘅，應該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啦。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係1號榮進大道、6號榮理雙修、9號加州活力。咁今集咧分析就到此為止啦，我哋下集見。如果大家中意，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。